最近，台湾的北部佮有东北部的飞机长个生团，新北市海洋资源保育园区对7档前开始，就针对伙伴飞机来进行服务，已经放流5万多只，甲几啊万粒的卵哦，效果是个袂歹。园区为着互大家来了解服务的重要，嘛开放大家来观察伙伴飞机是安怎交配生卵的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 画面这身躯像好同款纹路的叫伙伴飞机，是台湾东北角的一种特色物种。看因伫底下来稳稳啊想，真心色。这个时阵嘛是因探井的时间，会使看到公的飞机，甲母的对调调的趣味情形。较大只的，伊已经有这个交配权哦，有已经配对成功的，伊的1天24小时拢对调调。 啊，有时阵诶母的1、2颗产卵，啊，所以因有时阵一天哦会交配几6届。教授表示，饲的飞机会比野生的有较长的生卵期，通常对3个月到6个月，伊嘛会将收集来的卵锁到培育池。新北市政府自7档挂前开始，甲海洋大学团队伫新北海洋资源保育园区服务伙伴飞机。 团队会看逐档渔民的猎捕情形来放饲，逐档大约甲5000至1万的飞机仔啊，也是能来放去大海，维持一定的量，保护生态平衡。海洋大学这边有调查讲吼，大概这个数量范围吼，对生态吼，就是水产资源有增加，然后较袂影响到咱这个海洋内底生态的平衡。在地渔民嘛表示讲吼。 每年捕到猎到的飞机的数量有增加的状况。它通常大概1个月左右就会孵出来。新北市海洋资源保育园区表示，保育的目的是要永续发展。园区嘛开放大人囡仔来遮观察，像即马来遮通看到伙伴飞机交配生卵，其他的季节嘛当看到高空旋鸥咧探井，近距离就通观察海洋生物的奇妙。记者电话曾俊佑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